Hello，大家好，我係 Y Y， 今日係2026年2月12號，香港時間就係下晝6點幾，係啊 Y Y 咧，今日咧就係咧為大家咧就係講一個於我嚟講幾有趣、幾 meaningful 嘅 topic， 就係 AIA and 郭鳳儀。咁咧郭鳳儀是誰咧？咁啊可以話俾你聽，大家如果可能海外嘅朋友啊，或者係即係冇乜點聽新聞冇留意呢單消息嘅朋友咧。佢係一個而家身價好高嘅女仔，因為咧而家香港政府咧係懸紅100萬咧，想捉佢翻嚟㗎，捉佢翻香港。咁聞說咧，佢而家流亡咗去美國啊，係2019年咧社會運動咧其中一個活躍分子啦。咁而喺過去幾年咧，佢亦都曾經咧喺我哋香港特首超哥個頭上邊咧，就係老虎頭上釘蝨乸喎。咁咧就係所以搞到咧阿超哥咧頂佢唔信咧，都要咧懸紅100萬高價咧，就想去立佢翻嚟。好啦，咁啊今日呢單嘢點解咧阿郭鳳儀會同 AIA 有關咧？就話說咧郭鳳儀咧有一單保險嘅，就係嗰張保險單咧係喺佢2歲嗰陣時咧，佢爸爸咧為佢去 set 嘅一個保險單，可能都係嗰啲即係小朋友讀書基金啊嗰類嗰啲咁樣啦吓。咁就儲起嚿錢，等佢大個嗰陣時可以用啊咁樣啦。咁咧就當嗰個個受保人咧，佢由小朋友就轉做成年人嗰陣時咧，就應該咧就會安排埋嗰個投保人咧，就變咗係嗰個小朋友，即係話變翻做郭鳳儀咁樣啦。所以其實張單咧，相信咧應該個擁有咧，應該咧都係去咗郭鳳儀嗰度。咁佢爸爸咧就想協助咧阿郭鳳儀咧，就係即係享受到嗰張單啦。點知咧當年咧幫佢做呢張保險單咧，嗰個 agent 咧就係 AIA agent， 就叫做鄭慧儀。而家呢個鄭慧儀小姐啦，我估計佢都好出名噶啦，勁過林作噶啦吓。咁咧全城熱爆保險 agent 啊吓咁樣啦。咁咧佢咧就好正氣咁樣啊，只係鄭小姐咧就好正氣咁樣咧，就係將咧阿郭爸爸咧想幫阿郭鳳儀咧搞呢張保險單咧嘅。即係呢件事情咧，就係告俾國安知道啊！咁咧，於是乎咧，就係國安咧，就係捉咗阿郭爸爸咯，然之後咧就係告阿郭爸爸咧係企圖處理潛逃資產啊！即係潛逃人士嗰啲資產啊，咁啊，所以咧就係令到嗰個即係輿論界咧就好嘈啦，就心諗哇咁樣都得嘅，尤其是我估保險界會特別嘈咯，會心諗哇 AIA 啲 agent 咁樣嘅，所以我哋認為咧呢個咧係一個 AIA 係正在爆發緊呢個公關災難咁樣樣啦，而咧未來咧會因為呢單嘢咧可能咧會影響到，首先就係 AIA 嗰啲 agent 嗰啲單啦。新嘅單啦，做落嘅單啦，對呢間公司嗰個嗰個信任度可能應該會有所動搖啦。另外咧，嗰啲內地輸港嗰啲黑錢咧，往往咧就係中意咧用嗰啲保險咧，愛嚟做洗白佢哋嗰啲黑錢咁噶嘛。咁咧就所以咧，如果呢單嘢係咁樣督出嚟嘅話咧，咁內地嘅黑錢都會諗，咦你咁樣督去國安，咁我啲黑錢你都可能督去國安㗎喎，咁就製造個信任危機啦，以及咧就有可能咧係未來會有啲退單嘅情況咧，估計咧 AIA agent 有可能有退單潮，咁當然咧有危咧亦都有機啦，咁所以咧就係估咧可能譬如未來咧 Prudential 啊、Manulife 啊、AXA 啊嗰啲咁樣咧，以我所知、所聽、所聞咧，就應該係就仆緊AIA 嗰啲單嘅，咁咧就可能即係用呢件事件啦，去提醒所謂叫提醒一啲咧，而家嗰張單已經喺 AIA 度嘅客啦，或者係準備想簽 AIA 嘅客啦，叫佢哋喂，你哋要諗真啲，係咪真係用佢哋啊？不如試下諗我哋啊！嗱，佢哋有單咁嘅嘢，你驚唔驚啊？如果你驚唔覺得咁樣咧，唔係好信任
任佢哋嘅話咧，咁啊記得用我哋啲單啊咁樣咯。咁啊就所以估計係啊，即係仲有啲風波啦，以及咧估計美國嗰邊嘅 AIA 咧應該會有啲嘢會出聲咁樣咯。咁所以都會即係留意下未來呢間保險公司喺香港嘅 agent 嘅動向譬如有啲乜嘢手法佢哋要改啊，或者係會有啲嗰啲單嘅退單潮嘅情況會係點樣咁？好啦，咁咧就係講講阿郭鳳儀嗰個背景啦。咁佢係咧97年出世啦，今年咧就係29歲嘅吓，下年30噶啦。跟住咧就係我估計佢應該係2015年到佢18年之間咧就去美國嗰度讀書，因為文書咧佢係喺 New York 嗰度咧係讀新聞學嘅。咁可能佢因為都係讀新聞學出身啦，即係慣咗 broadcast 啊咁樣啦，所以咧我覺得咧佢都幾喜愛做公開呼籲嘅。譬如咧喺2019年，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就係嗰啲大報啦，尤其是當年蘋果嗰啲咁樣啦，咁咧就係出現咧就係有大嘅頭版廣告，全球登報眾籌計劃嗰啲咁嘅樣啊。咁原來咧文說咧發起人咧就係郭小姐嘅喎，咁樣啦，咁啊即係孤陋寡聞啊，好似話咧佢嗰陣時咧有個花名啊，叫做家樂牌通心粉咁嘅樣，好似話佢連登個 account 叫家樂牌通心粉咁嘅樣啦，咁咧就係，但係後尾咧佢就應該係自己走嚟爆自己就係郭鳳儀啦咁嘅樣啦，跟住咧就係另外咧2022年咧佢又另一單公開呼籲就係點樣咧，就直接咧就叫美國係禁李家超咧叫佢美國咧唔俾特首去參與2022年11月喺美國舉行嘅 APEC 會議咁樣，咁咧所以咧就去到2023年嗰陣時咧，因為已經辣窿咗阿超哥啦，所以咧就係2023年咧就係懸紅100萬咧就係想捉拿佢翻嚟嘅咁樣。咁所以佢都應該係即係俾人刮緊佢，究竟去咗邊度我都可以想象咧，阿郭爸爸有幾緊張啦咁樣。咁我睇一睇咧，佢係 birthday 啦，1997年1月21號出世，個八字係丙子辛丑癸亥咁啊，呢個八字咧，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 impressive 嘅八字嚟嘅。咁啊，因為咧，佢本身呢個八字，即係睇兩睇都見到啦。佢個磁管性咧好強嘅，所以咧呢個女仔咧，即係呢種咁嘅命啦，命主咧都我預佢講嘢會好多人聽，即係好多人即係好容易講嘢會召集到人哋嗰個 focus 㗎咁樣咯。咁佢係一個癸水命八字，天干地支全合會水嘅，所以咧幾乎一成個八字咧出現我嘅形容叫做一氣專純咁樣，幾乎全部都係水。咁就係，但係佢個年支就合月令成土啦，就所以出現有一種制氣制約嗰個制制度嗰個制氣會制找住佢，令到佢唔夠 free 咯本來成個八字我覺得哇，好型嗰隻咁樣嘅。好啦，咁另外呢個八字咧就係出現月令七煞就見陽刃，就所以帶有一種花木蘭嘅氣質噶。佢唔會怕對着幹啦，同埋佢除咗咁樣之外咧，亦都同時咧係見到有隔角所以即使話點咧，會有出現咧花木蘭被隔天涯海角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郭爸爸即係要有啲心理準備啦咁樣就比較辛苦啲啦，做佢父母可能即係牽掛多啲咁樣嘅。另外咧就係一個身強嘅八字，就用木火，而咧佢一土運到嘅話咧，就會添咗嗰個制約氣亦都即時話佢咧一有官殺氣出現嗰陣時咧，咁佢咧就應該會係
即係會特別好似再感覺係更強嘅控制啊，被控制感啊。咁啊，其中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咧，就係咧2022年咧，佢係當時嚟講開始10年嘅戊戌大運咧，就係屬於一個強嘅正官運嚟嘅。咁佢亦都係喺2022年咧走嚟咧，就係叫美國咧唔好俾特首去開會嚇。咁於是乎咧就惹咗特首過嚟。即係搞佢啦，所謂咧即係惹到正官啊嚇，咁啊特首係正官嚟噶嘛，正官到不能近正官嘅正官嚟噶嘛嚇，咁樣咯，咁所以可以話咧係非常之型。咁就2022年開始就係去到2031年，所以咧我估計咧係即係呢一種制約感啦嚇，於我嚟講叫做一種制約感，應該要即係行多6-7年嚇，咁先至可能會比較佢先可能比較自由自在啲咁樣咯。咁可能有啲人咧包括郭爸爸在內咧，都會可能會擔心佢會唔會有錢使啦。咁喺我角度嚟睇，應該都唔使點樣擔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六氣入命啊嚇，佢甚至乎有某一下，我覺得啲錢都唔知會追住佢添啊嚇，追住佢嚟俾佢啊嚇咁樣嘅。或者佢可能比如容易啲賺到錢啦，或者容易啲有人俾錢你幫我做啲乜嘢講啲乜嘢寫啲乜嘢嗰啲咁樣咯，咁去讀傳理系噶嘛新聞咁樣，咁而但係咧，因為咧佢個八字咧嗰個年月柱咧都見空亡啊又見隔角咁樣，咁咧所以我預咧佢嘅上一輩啦，以及佢個即係嗰個家即係上輩、祖輩，總之一個成個 family 咁樣咧，都會容易遇到有種被拆出嚟處理嘅情況。咁譬如話係嘅，即係有機會係入囚嘅咁樣樣咯，即係拆出嚟啊嘛從個 family 度哇，好似捉啲人出嚟咁樣，特別拆出嚟處理咁樣咯咁所以咧，未來我覺得阿郭爸爸受到呢個即係入囚嘅風險，其實絕對係有嘅。好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我睇阿郭鳳儀嘅話咧，佢個八字話俾我聽咧，佢性格應該係相當之靈敏嘅咁因為都係一啲水重嘅八字嘅特徵啦咁樣咯。好咁呢單嘢咧就係預咧我覺得我會嚟緊睇下未來嗰2個月度啦，美國應該有可能會因為呢件事件而特別係處理 AIA 香港都未定嘅咁樣，咁係啦，咁我哋睇下個事情未來發展係點啊，咁今日暫時去到咁樣啦，咁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若果覺得呢條片都啱，你哋身邊都係會喺關注郭鳳儀啊，或者係好關注自己個 AIA 單啊，或者你係 AIA agent 啊嗰啲咁樣，或者係 Prudential agent 啊，其他區域嘅 agent 嘅話，可以不妨咧係 send 俾share 下俾大家知道一下咁樣。好多謝大家。